那我们上一堂课呢是讲到第107页，那第107页呢就是第3行，就是第4行400论亦云，若见尽无我，讲到就是法界站后面的又云，最上净心法是为无自性。那上堂课呢是讲到这边，那这上面的内容呢，这以上的内容最主要是在讲述什么呢？那一开始呢就告诉我们到说呢，就是两种我执呢，那这两种我执它的所缘以及呢它的形象还有它的体性。那讲完了两种我执的所缘形象以及体性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呢，就是补特伽罗我执呢，就是又分为萨迦耶见。那萨迦耶见呢又分为就是我执萨迦耶见以及我所执萨迦耶见呢这两种。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就是法我执以及容我执两种的差别。那接下来呢就是讲到说那两种我执的过失，那它的过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说它是一切轮回的根本，因为有两种我执的缘故呢，我们才会在轮回里面不断的流转。那接下来的内容呢，就主要是讲述到说，那我们呢为什么要去断除这个我执？那也就是接下来这些经论呢所要讲述的内容。所以接下来呢就讲到说400论亦云。那我们讲到说400论呢，就是圣天菩萨，也就是提婆菩萨呢他所造的400论。这边呢就讲到说400论里面呢，他提到说就是若见尽无我，三有种当灭。那这边呢400论所讲到的呢，就是若见尽呢，那这个尽呢就讲到说就是分为补特伽罗以及补特伽罗以外的诸法，所以就是见到呢补特伽罗之上的无我呢，还有说法之上的无我呢，那如果能见到这两种无我的话呢，一切三有就是提到说生死的根本呢也能够一起的灭除。这边呢就是提到说就是400论里面讲到呢，就是三有种当灭，就是他说若见尽无我呢，那三有呢就是生死的种子呢就可以灭除。那这个呢最主要就是如同我们色类学里面呢所讲到的，就是因果的关系，或者说因果的这种从属关系。那我们知道说从属呢有一种是属于就是体性的从属，那一种呢是属于就是因果的从属。那这边讲的是属于因果的从属关系。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讲述到呢，最主要就是我们在色类学的时候呢，就是讲到说就是它是属于呢因果的关系。那如同呢就像我们在讲述到心类学的时候呢，会讲到说就是有分成3种正因。那这3种正因里面呢就讲到说就是讲到说果正因，然后无原因还有自性因的这3种。那在讲到说无原因的时候呢，就是讲到说就是像在夜晚的时候呢是没有火的。为什么是没有火呢？因为呢你没有看到烟的缘故。那这边呢就提到说没有火，所以自然而然呢就不会有烟。因为呢你这个因不存在的时候呢，火它自然就不存在。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400论所引用的这个400论的这个寄送呢，若见尽无我，三有种当灭呢，就是用同样的理路就提到说呢，因为因不存在的缘故呢，所以因不存在它的果呢自然而然就不会存在。那所以如同呢就是我们在讲述四谛的时候呢，那四谛呢是讲到说是苦集灭道呢四谛。那在讲到说苦集灭道四谛的时候呢，那同样呢我们在讲述到就是所断品的时候呢，就是遮止品的时候，会讲到说就是苦谛以及集谛。那我们知道说苦谛和集谛呢，最主要呢就是透由因果呢然后去成立的，或者说四谛的关系本身呢就是透由因果的这个相属呢然后去成立的。就像是我们知道说呢苦谛呢是果，那集谛呢是因。所以呢你知道了，因为透由集谛的缘故呢，所以才会产生苦谛。所以呢在讲述四谛的时候呢，是讲到说知苦，然后呢讲到知苦之后，第二个呢讲到说是灭集。为什么讲到灭集呢？因为唯有去除掉了集谛之后呢，苦谛才有可能断除。那同样的呢，在讲述到灭谛和道谛的关系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因为呢如果我们想要获得灭谛的话呢，那就一定要透过道谛的修持之后，才有办法能获得灭谛。
所以我们在学习像是空性的这些道理的时候呢，那如果先能够了解到说色类学所讲述到的这些因果，或者说色类学里面讲述的这些内容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呢，所学习到的这些内容呢，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的去了解到呢这些了解空性以及了解这些事谛的关联性。那所以我们再看到就是释法论的这两句话呢，若见尽无我，若见尽无我，三有总当灭呢，它其实里面呢就是完全把事谛的内容呢给涵括在里面。第一个呢就讲到说呢，就是讲到尽，无论说是补特伽罗也好，或是说补特伽罗之外的一切法呢，在了解说这两者它是无我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能够获得什么呢？我们能够证得呢三有总当灭。所以这边三有总当灭，它讲的是苦谛以及极谛的这个关系。因为呢，当我们了解无我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三有呢，我们知道说三有它指的就是指说是苦谛。那所以当我们了解到你了解了无我之后呢，那三有的种子呢，就提到说三有的根本就是极谛。那极谛呢，自然就会灭除了。那极谛灭的时候呢，三有也就是苦谛呢，它自然而然就灭除。那在这个灭除之后呢，这边讲到灭的时候呢，你就了解到说灭呢，就是证得了我们去除了极谛之后呢，所证得的灭谛。那这个灭谛是如何获得的呢？就是透由若见尽无我，就是透由这个道谛呢，证得空性的这个道谛呢，然后透由它我们才能够证得灭谛。所以在这两句呢，它完全包含了四谛的道理。所以从若见尽无我，三有总当灭呢，它可以直接显现出呢，就是灭谛和道谛之间的关系，就是你知道透由道谛呢，才能够证得灭谛。那这个呢，可以算是就是很明显的呢，就是显示出来。那间接显示了什么呢？间接显示出呢，就是从三有总当灭这句话呢，我们了解到说，因为呢，就是有修习灭谛的缘故，有修习道谛的缘故呢，所以呢，透由修习道谛呢，我们可以去除掉三有的种。三有的种呢，就是像刚所讲述的，就是生死的根本。那生死的根本呢，我们就知道是极谛。所以当能够极谛能够灭除的时候呢，所以假如说三有种当灭的时候，假如说极谛灭除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显现出，因为极谛灭除的缘故，所以呢，极谛的果呢，苦谛自然而然呢就会跟着灭除。所以它直接显示了就是灭谛以及道谛的关系，然后间接呢显示出呢就是苦谛还有极谛呢这两者呢是因果的关系。那所以我们从这边呢，就是透由修习空性的道理呢，我们可以结合到四谛。那从四谛的内容呢，我们可以了解到二谛的内涵。那同样的呢，我们在学习道四谛的时候呢，也可以在相关的法类，像是中师道的时候呢，也可以结合到呢四谛和二谛。所以就是我们在学习这些经论的时候呢，是可以把它当作互相辅助呢，然后来做学习的。那这种的修持方式呢，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当我们在观修空性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到说，空性呢，它跟四谛呢，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那同样的呢，我在观修空性的时候呢，我要知道说它跟四谛，或者说它跟道四谛之间彼此有什么样的关联。那在修习四谛的时候呢，要了解到说，那四谛呢跟空性呢又有什么样的关联？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在学习或者说在修行上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像说，如果呢我只说我在观修空性的时候呢，然后就只想要说诸法呢都是无自性之外，没有想到其他的时候呢，那这样子呢就会变成说你所修的范围呢就会变得太狭小。所以呢，任何法类呢，它都是可以互相的结合在一起。就像我们在修习无常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无常呢，它是刹那坏灭，那刹那坏灭呢，它叫做无常。那当我们把无常作为所修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了解到说，当我去思维到刹那坏灭的时候呢，那它跟空性之间彼此呢是有什么样的关联？所以我们在修习智慧分的时候呢，要想办法呢去结合方便分。那在观修方便分的时候呢，也要想办法去结合智慧分，而不是像说以前呢，就是以前西藏呢，就是有一些人在修行的时候呢，他会认为说，我在观修方便分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去和智慧分呢有所关联。那在观修智慧分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和方便分呢有所关联。那宗喀巴大说呢，这种修行的方式呢是错误的。
所以呢，我们用自身的经验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大部分呢，就是什么时候会去修行或是修法？大部分呢，就是遇到痛苦的时候呢，我们才要去修行或是修法。那无论说我们是遇到痛苦呢，去修行修法的时候呢，其实不一定要因为自身遇到痛苦的时候呢，我们才去修行，也有可能呢，就是我们看到别人呢感受到痛苦的时候呢，然后由此我们因此呢而去修行也是有可能的。就是当我看到别人受苦的时候，然后我能够设身处地的呢去为他着想。然后呢，想要说，如果呢，我现在和他一样领受到这种苦的时候呢，那会感得这样的果报，由此呢是可以策立自己呢去修行的。所以，看到别人痛苦呢，能不能去修行呢？最主要呢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呢，就是当他人感受到痛苦的时候呢，那可不可以透由他人的痛苦呢，变成就是自己去修行的助伴呢？这完全呢就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有的人呢，他只想着自己的时候呢，他并不会去感受他人痛苦的时候呢，那即使他人受苦的时候呢，你也不会因为他人感受到痛苦呢，由此去策发自己呢去学习佛法，或者说呢，因此而去修行。所以他人的痛苦呢，就不会变成我们修法的一个助伴。所以呢，如同于这个道理，就是当我们在观修无常的时候呢，那我知道说，无常的体性是这个，那无常的分类呢有这些，并不是说，我透由了解这些之后呢，然后我去想说，那无常跟空性呢，它是有什么三句型、四句型的关系，并不是这个样子的，而是你透由无常的道理之后呢，你能不能去透由无常它所讲述的内容呢，透由这个，然后去和空性呢来做连接，或者说呢，我们在学习四谛的时候，是否呢因为学习四谛呢，然后就由此呢去了解说二谛之间的关联，或者说学习了二谛之后呢，去了解说二谛和四谛之间呢彼此是有关联，或者说你了解了二谛四谛之后呢，你是否能够去结合道四谛的？那这些呢都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上。所以呢，松花大师呢才会讲到说呢，一切圣言呢现为教授殊胜，就是所有呢佛陀讲述的这些经典的内容呢，我们全部呢都是可以拿来作为修行的。那这样讲最主要原因呢，就是说我们透由这些学习之后呢，你可以把所有的这些佛法的内容呢，就是彼此呢就是接连起来，然后呢去融会贯通。所以当我们学习的越多的时候呢，你对于整个佛法的根道果的观念呢，你就越圆满。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学习这些大经大论呢？学习这些大经大论最主要目的呢，就是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它可以帮我们把就是每一法跟每一法之间的关联性呢，就是连接起来，而且让我们更全面的呢去了解。那当你透过这样子方式去观修的时候呢，那你在观修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对整个佛法的全貌呢有一个更圆满的这种了解。不然呢，就是像以噶当派的一些教授来说呢，就是他们有分为教典派或是教授派。那当然说，我们只去修习，就是以入行论呢来作为我们修行的一个基础呢，也是可以的。就是只去修习入行论也是可以，但是呢，光只修习入行论呢，和我们去学习一些其他的经论呢，然后这些都了解之后呢，那你在反过来修习入行论的时候呢，你学到某一部分的内容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和其他内容互相做结合的话呢，那这样子呢，对于我们所学跟所修呢，就能够变为更为的圆满。所以呢，从这边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四百论呢，虽然说它只有简短的2句话而已，但是这2句话的内容呢，可以让我们延伸到像是四谛啊，各方面的内容呢，都可以包含在里面。同样的呢，我们可以从就是三有种当灭这句话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三有种当灭呢，就讲到说就是轮回的根本。那假如说轮回的根本我执呢可以去除的时候呢，那这句话我们也可以怎样去做理解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那这个呢就表示说呢，一切的我们心绪所有一切的烦恼以及恶障呢，它全部呢都是课程，它并非呢是心的体性。所以从这边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呢，心呢它本身呢是光明的一个体性。为什么呢？因为呢，所有一切生死轮回的根本呢，我执呢，它是可以断除的。所以，当你了解到说我执是可以断除的时候呢，自然而然你就可以了解到说，心和我执两者呢，它是可以分开的。因为我的心绪它是可以成佛的，但是我执它是可以断除的，所以就自然而然就表示说，心
和我执这两者它并不是在一起，所以我的心的体性呢，它并不是我执的体性，因为我执它是可以断除的。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因为断除我执的缘故，所以我的心呢能够成为证得空性的这种光明的体性，或者说呢透有因为我执是可以断除的缘故，所以了解到呢心呢它是无常的法类，因为呢它是可以将心之上的我执呢去断除的，就是心的续流呢它是可以不断的呢去做改变的，然后也从中呢可以了解到说我执呢它仅仅呢只是属于课程，为什么呢？因为它并不是我的体性，它是可以断除的。那既然这种课程的烦恼可以断除的时候，自然而然显示出新的体性呢是光明的，所以三有种当灭呢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去理解。那接下来呢又云故一切烦恼痴断故皆断，所以呢释法论接下来呢又讲述到说呢所有一切的烦恼呢根本是什么，就讲到说生死的根本呢就是我执，所以我执呢也就是讲到说痴，所以这个愚痴我执呢我能够断除掉愚痴我执的时候，愚痴我执的时候呢，那所有一切的烦恼呢，它都能够断除。所以讲到说一切的烦恼，一切烦恼就只是说一切烦恼的根本，也就是生死的根本呢，就是我执。那我执呢，也就是我们讲说贪嗔痴里面的痴。所以当这个愚痴的我执断除之后呢，那自然而然因为根本断掉的缘故呢，其他的一切烦恼呢，它也随之断除。接下来就讲说，那这个无名的我执呢，或者说愚痴的这个我执呢，我们该如何的断除呢？断除我执的因是什么呢？那断除我执的因呢，就讲到说呢，若见诸缘起，愚痴则不生。那所以讲说断除我执的这个因呢，就是见到空性，见到缘起性空呢。当能够见到缘起性空，就是见到诸法呢是无自性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呢，愚痴即不生。就讲到说呢，我们的我执自然而然就不会升起。所以讲到说呢，断除我执的因是什么呢？就是证得空性的智慧。所以呢，是故于此中律律宣此说，就是想要说呢，是故于此中，就想要说在四百论里面呢，它最主要所讲述的内容呢，就是它不断的在讲述什么的内容呢？就讲到说真实义，也就是在讲述到空性的内容。律呢宣说此，就是讲述这个空性的内容，就是提到说呢，如果呢我们想要断除愚痴的时候呢，那该如何去断除呢？断除愚痴呢，就是我执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呢和它愚痴，就是和我执呢同样所缘，虽然是同样的所缘呢，但是他所支持的形象呢是完全相反的这种了知呢，也就是证得空性的智慧。他和我执虽然说他们所缘的呢是同一个所缘，但是呢他们所支持的形象呢是完全正相违的这个了知呢，也就是证得空性的智慧呢，就是四百论里面呢它最主要阐述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说呢，此说灭彼无明，必须通达空即缘起之甚深缘起义。那这里呢，就讲此所说痴是三毒中之痴，故是染污无明。那此说灭彼无明，必须通达空即缘起之甚深缘起义。那这里所说的呢，就是四百论里面讲到说呢，故一切烦恼呢，痴断故阶段的这个痴呢，就是讲到说三毒之中呢，贪嗔痴里面的痴，所以呢，就讲到说呢，愚痴的这个愚痴的体性是什么呢？就是讲到说是两种我执，所以它的体性是什么呢？它的体性呢，就是属于染污的无明。所以讲到说呢，去除掉这个无明的时候呢，那必须要通达空即缘起。那要灭掉这个无明的时候呢，从这边又显示出了什么呢？那这一段也显示出应成派呢，它不共的一个程序，就是讲到说两种我执呢，它都是属于呢，就是烦恼障。因为呢，在秩序派以下呢，会承许说就是法我执呢是属于所知障，只有人我执呢是烦恼障。但是呢，在应成派里面呢，就是两种我执，它同样呢都是属于轮回的，它都同样呢都是属于轮回的根本，它同样呢都是属于无明的缘故，它都是染污无明的缘故，所以它无论是人我执或是法我执呢，它同样呢都是属于所知障。所以呢，当我们在了解学习空性的时候呢，最主要讲到说空性呢，就是属于自性
自性不成立，或者说讲到第十不成立。那无论说呢，我们所学习的空性呢，它是属于应成派所讲述的空性的内容也好，或者说呢是秩序派所讲述的空性的内容也好，乃至说它是唯识中呢所讲述的二取空，或者说呢下部中呢它所讲述到的呢就是不特且我无我的部分也好。那我们想要了解这些无我的内容的时候呢，那跟我们在色类学里面呢学习到就是无遮跟非遮的内容呢是很有关联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讲述到就是空性的时候呢，就是上述讲的这些空性内容的时候呢，它除了跟我们在学习色类学里面呢讲到说无遮跟非遮的内容呢，就是很有关系之外，那像刚才所讲述到的呢，在色类学里面所讲到相属的内容呢，也是非常的有关联的，就是和相属就是因果相属以及体性相属这两者。所以呢，就是我们了解到呢，就是在了解空性的时候呢，除了上述所讲述到的呢，就是要了解到两种相属，就是想要说的是同体相属，还有重生相属。那重生相属就想要说因果相属的部分。那同体相属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体性相属。那除了在了解这些之外呢，那同样的，我们要了解空性的时候呢，就像前面所讲到的，我们要先了解到所破的内容，所以你要先了解到所破。那既然要了解到所破的时候呢，又分为说所破，我们知道说它又分为净的所破呢，以及有净的所破。那在讲述到净的所破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了解到说，就是所谓的遣他法是什么。因为你又了解到说遣他法之后呢，你才了解到说那所破呢到底是在讲什么，那这是属于净的所破。那了解了净的所破之后呢，那同样的在了解有净的所破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学习心类学，因为有净呢最主要呢就是讲到说心的这些相关的内容，所以也要透由心类学呢去了解到说有净的所破呢是如何的去安立。所以我们想要修学空性之前呢，就变成说我们要先学习非常多的内容。所以呢，这边想要说呢，此说灭彼无明呢，然后要通达空寂缘起之甚深缘起义。所以在学习空性之前呢，我们就是要学习非常多的内容。那接下来呢，就是释论解。那这个释论呢，就讲到说，照这个400论解释的呢是乐生论师。那乐生论师呢，他在解释这句话的时候呢，就讲到说，故瑜伽师当灭我。那故瑜伽师当灭我呢，所讲述的就是未有破除我执之境呢，通达无我。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呢，我们要先了解到说呢，我们要证得空性的时候呢，你要先了解所破。那你要了解所破的时候呢，你要先假设，如果说所破呢，它如果是成立的话呢，那所破成立的量呢是怎么样？它如果成立的话是怎么样的？如果说假设所破是成立的话呢，那我们去执持的时候，是否能够如实的执持得到？透由这个方式呢，去了解到呢，所破呢它是不成立的，所以透由这边呢了解到说所破不成立的缘故呢，所以呢破除掉我执的境呢，然后呢由此去通达无我。所以呢，当我们在说就是我在观修空性的时候呢，那我在观修空性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呢，我只要去思维一致性的道理。那关于说呢，像是我执呢，或是实执呢，那我都不要去思维。那这种观修空性的方式是正确的嘛？那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呢，这种方式呢，并不是正确的观修空性的方式。那以前呢，我们如果在不了解之前，没有学习经论之前呢，会觉得说，我想要观修空性呢，就是去了解无自性的道理。当我了解无自性之后呢，我就只要思维无自性就好。那其他这些关于所破的部分呢，那这些不是我要去思维的。那从这边呢，我们就了解到说呢，并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你想要真正的了解无自性之前呢，你要先去了解到说，那你要升起这样子的智慧之前，证得空性的智慧之前，你要先去了解到什么是我执。然后你要去了解我执的时候呢，你就要先了解到说，我执它的境呢，第十成立呢，它是否是存在的？那如果说第十成立它是存在的话呢，它存在的方式呢是怎么样子？那我去执持第十成立的时候呢，我所执持的这个呢，它是否是成立的呢？就是我们要透过这种方式呢去了解。那你如何了解到第十成立是否成立呢？那你就要先了解到呢，所破呢是什么？那就讲到说所破呢，就是你要了解境的所破以及有境的所破，就是第十成立，以及呢，就是第十成立的这个我执呢，或是实执呢，你都要去了解。你唯有这些都清楚了解之后呢，你才有办法呢，对于说我执我们所缘呢是相同的，但是呢，我的所升起形象呢是完全相反的，这执持空性的智慧呢，你才有办法真的升得起来。
所以呢，我们可以了解呢，像中华大师呢，他在《陆中论忏显密书》里面呢，虽然说他最主要的所取呢是关于无我，但是呢，在解释无我之前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就是从一开始呢，中华大师先告诉我们要认明所迫，因为呢，你如果不思维所迫的话呢，你是没有办法很清楚的了解无我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从科判来看的话呢，就从我们一开始讲述到现在呢，就是告诉我们如何的认明所迫。那讲述完认明所迫之后呢，那接下来中科大师才开始成立说无我呢该如何的去成立。所以你从次第上面就可以了解到说，我们要先思维到说相违品所迫呢是什么。你唯有了解到说呢，你所要破除的东西是什么之后呢，你才能够真的了解说，那你到底是要去修什么？你要证的呢，到底是要去证的什么？所以呢，如果呢，我们要去，如果一开始我们不去遮止所迫，不去遮止所迫，不了解所迫的话呢，我们是无法真正的去了解到说无我呢到底是什么意思的。同样的呢，世尊在开示四谛的时候呢，一开始呢就是先跟我们讲不好的那两个，先跟我们讲说最糟糕的苦谛。然后讲完苦谛之后呢，再讲述到苦谛的因，也就是极谛。然后就讲说呢，极谛呢又分为业和烦恼。那讲完业和烦恼之后呢，然后才告诉我们说呢，那如果说我想要对治烦恼，我想要净除掉我的业和烦恼的时候呢，该如何的去净除呢？然后才讲到说道谛的内容。那透由道谛的修持，我们才能够证得灭谛。所以呢，并不是说我们修行的时候呢，只去想好的这一部分，然后不好的呢都不去做思维，并不是这个样子。那所以呢，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呢，故若未能破除我执境，但于彼境摄心不使散乱，不可说为通达无我。就是说呢，如果呢我们不了解呢，就是所谓的所迫呢，就是我执的这个境呢到底是什么呢？然后呢，只说呢我于彼境摄心不使散乱，就是说我呢只是呢就是将我的心呢去入于就是诸法呢都是无自性的，就是只去了解到说呢诸法它都是无自性，不能说这个样子呢叫做通达无我。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呢，我们完全不去思维到说所谓的自性成立，什么叫做自性成立？那我执呢是如何去执行自性成立的呢？就是两种所迫，静的所迫以及有序的所迫呢，我完全不去思维。然后呢，就像说，我现在要观修空性，然后呢，我就只思维到说，瓶子呢是无自性的。然后呢，我走进家里之后呢，就去思维到说，家里所有一切的家具呢，我前面所看到一切东西呢，都是无自性的。如果仅仅这样子去思维呢，是没有办法呢去通达无我的。所以就讲到说呢，但于彼境摄心不使散乱，就是你只呢去想到说诸法都是无自性，这一点呢，并不可以说透由这个样子呢，就是通达无我。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了解到说所谓的无我呢，它的就是我执的这个对境。所迫的我到底是什么？你都不知道的时候呢，你怎么能够说你能够去通达无我呢？这边呢，就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呢，就是说，比如说呢，当我们和我们的一些好朋友呢，比如说像是小明或是小华，当我们认识这些人的时候呢，那我会说呢，我是相信我这个朋友，我信任我这个朋友，因为呢他是我朋友的缘故呢，所以我对他呢就是有信心的。我是相信他的。那虽然说我们大部分呢，对于说自己的朋友呢，我们都会升起这样子，就是说，我是相信他，我信任他。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好好的静下心来思维的时候呢，你可以去思维到说，其实呢，每一个不同的朋友呢，你对他的信任的程度呢是不一样的。你对某一些朋友呢，你可能会对他有比较多的信任，然后对有些朋友呢，你对他的信任程度呢，可能并不会这么的多。所以虽然说我们嘴巴会讲说，你对你对你的朋友呢，都是相信他、信任他，但是实际上呢，你好好去观察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呢，就是你对他们的信任程度呢，还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就如同这个样子，当我们说我们在去证得空性的时候呢，就是或者说我在观修空性的时候呢，你对于空性呢有多少认知呢？就取决于说你对于所迫呢到底认知多少。你对所迫呢认识的越深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呢，你所证得的空性呢，它自然而然就越清净。所以呢，就如同刚刚所讲述到的呢，就是我们对于朋友呢相信的程度呢是有信任程度不同的。那就如同于此呢，当我们在说就是我觉得说呢，瓶子是自信不成立的时候呢，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去观察我的内心，就是我虽然说我的嘴巴里面呢讲说瓶子是自信不成立的，但是呢，我心里面呢到底是有几分的信心呢，去相信到说瓶子呢是自信不成立的。那你先去观察说我对瓶子呢到底是
有几分的信心去支持它是自信不成立，然后再反过来看说呢，那我有多少的心呢是支持瓶子呢是自信成立的？当我们这样去比较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我支持瓶子自信成立这个心呢，远远大过于呢相信瓶子它是无自信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具身的我执它本身就是这么的强烈，所以我们透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其实呢，就是虽然说我们口中或者说我们会说哦，我是在观修无自信，但是如果好好去观察内心的时候呢，你会去发现说，其实我们在执持无论说什么境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会升起这种强烈的执着。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去观察说，虽然说呢我执呢是一直存在的，但是我们可以去观察说，那我对于说所有的这些外境，和对于呢我自己的运体呢，那我去支持它是自信成立的这一点的时候呢，我支持哪一个自信成立的这种力道呢会比较强的？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可以自己去做观察的。所以透过这种观察的时候呢，就是去观察自己内心心绪的时候呢，我们慢慢就会发现说，虽然说呢，我嘴巴呢，或者说我们在想都会想说，哦，诸法都是无自性的，但是实际上去观察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就是我们在执持任何一法的时候，或者说任何一个外境的时候呢，我们自然而然还是很容易去执持它是自性成立的。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升起烦恼的机会很多。那烦恼是如何升起的呢？就是因为有我执的缘故，就是因为我执强烈的缘故呢，所以遇到一点点境的时候呢，我们烦恼自然而然就会升起来，因为具生我执它本身就是这么强烈的缘故。所以呢，这边就举例到说呢，就是我们大部分呢都是想要说，就是我想要去除烦恼，我想要去除掉我的我执，那我想要呢就是希求的空性，所以呢，我所要升起的呢，就是对于说空性的这种希求，所以呢，就是烦恼的位置呢是黑色的，那空性的位置呢是白色的。那我们每一个人呢都不想要坐在黑色的位置上，每一个人呢都想要坐在白色的位置上。所以呢，在说的时候呢，也说呢我是中观派，然后呢我想要修的呢是想要去观修空性，但是我们实际上呢都是坐在了黑色的位置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我执它是任运而生的。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呢，此谓心于境转，总有三项：一、执彼所缘为实有；二、执为无实；三、都无彼二差别相。那这个时候呢，就讲到说心于境转的意思呢，就是当我们的心去入于境的时候呢，那我们讲到说心去入于境的时候呢，就是像上一堂课讲到说，我们心去入境的时候，就是有所谓的所缘以及形象，就是所缘境呢以及形象境。那我们这个心呢，它是否为我执呢？最主要呢，就是以形象境呢来判断说它是我执呢，还是说它不是我执。那所以呢，当我们心呢就是去入于境的时候呢，会有三种不同的形象。那第一种呢，就是执彼所缘呢为实有，就是支持这一切的境呢，就是心在去入境的时候呢，这个所显现的形象呢，就是支持呢，它都是第十成立的。所以第一个呢，执彼所缘为实有。那第二个呢，执为无实，就是支持它呢是自性不成立的，它是第十不成立的。那是不是说我们心去入境的时候呢，要么就是只是它是第十有，要么呢就是只是说它是第十不成立的呢？并不是的，因为还有第三种，就是除了这两种以外呢，就是有第三种形象，就是都无彼二差别的形象，就是我并不会支持它是实有，然后呢也不会支持它呢是第十不成立的。那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说呢，就是若谓执无实时，非即执为实有，故谓缘二我时，亦不定缘二我。那这里就讲到说呢，虽然讲到说呢，实有呢，还有和无地实这两者呢，虽然说他们呢在形象上呢是完全相违的，虽然说呢在形象上是完全正相违的，但是当我们的心在持持的时候呢，并不是说你没有持持它为实有的时候呢，你就一定要把它持持为是无地实。或者说呢，你没有把它支持为无地实的时候呢，你就一定要把它支持为是地实，并不是这个样子。这里呢，就是提到说呢，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做解释呢？因为有人会觉得说呢，哦，因为你这两者呢是正相违的缘故，所以呢，你要么支持的就是有，要么呢就是支持无。所以你不是支持无的时候呢，就要支持是有；不是支持有的时候呢，就要支持是无。就是有人说，因为是正相违的缘故呢，所以你要么就是支持它是有，要么就是支持它不存在。那你如果支持它不是不存在的时候呢，你就要支持呢它是有。所以这边呢就特别呢解释到说，虽然说呢
地时有跟无地时两者呢是正相违，但是不表示说我们的心在去路于静的时候呢，你要么就是支持它是时有，要么呢就是支持呢它是无地时，并不需要这个样子，因为呢就是都无比二差别项，就是我们还是会支持呢，就是有时候呢不一定会支持说它是地时有，或者说有时候呢去支持说它是地时不存在的。就像说呢，我们不一定说呢所有的了知呢，你都要把它去判别说，哦，它呢就一定是属于，就是它在执持的时候呢，一定是执持它是，志向成立，或者说呢，你去支持它是志向不成立。因为像我们有一些呢，就是正确的了知呢，他在执持的时候，虽然呢，他不会。他没有支持说他是自性成立的，但是不表示说呢，你这个了知呢，它就证得了空性。就像一般来说，我们的眼知好了，就是我们眼知呢，在执持的时候，不表示说你一定会执持到自性成立这一点，但是不表示说我们的眼知呢能够证得空性。所以这边呢，最主要呢就是讲述到说，就是上面所讲述到，就是故若未能破我执境呢，当于彼境摄心，不使散乱。就提到说，当我的心呢去入于境的时候呢，不表示说，哦，我想到说诸法呢都是无自性的时候呢，就表示说我通达无我，或者说呢，当我的心收摄于一处的时候，就是像在圣摩他的状态的时候呢，心收摄一处的时候呢，也不能够说你是通达无我。为什么呢？就讲到说，我们的心呢，在去入于境的时候呢，此为心于境转。心在去入于境的时候呢，它会显现三种不同的形象，并不是只产生实有，或者说是产生无地时这两者。所以呢，三种形象呢，并不是说你一定呢只为它的所缘呢为实有，就它的形象只是它的所缘呢，然后所现的形象或是实有，或是把你的所缘呢，然后把它所现的形象呢是无实。因为还有呢就是非地是，还有呢就是都无比二差别形象，就是你不一定呢会显现说它是实有，或者说呢它是无地时的这种形象。所以呢，就如同说呢，如未执无实时呢，非其执为实有，不一定像说我们没有执持无地时的时候呢，就表示说你把它执持为是地时，故谓原二我时，亦不定原二无我。所以呢，就想要说呢，所以就如同这个样子呢，也不表示说你没有原着两种地时我的时候呢，就是原着二我的时候，你没有原着两种地时的时候呢，不表示你所缘的呢就是两种无我。因为呢，有无量的心呢住彼第三类中，就是去除了它是我执以及呢证得空性的智慧这两种之外的心事呢还是非常的多的。所以无量的心呢住彼第三呢，就是它也不是我执，也不是证得空性的智慧，也是非常多的。所以这一段话呢，最主要的内容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呢，就是有一些人呢，会像是我们这些初修行者呢，一开始在观修空性的时候呢，会想说，哦，我想要是观修空性，所以呢，我所要去思维的呢，就是自性不成立。所以呢，我的心里面呢，并不会去想说，哦，诸法呢都是自性成立的。虽然说呢，我并没有去执持呢，我的心呢，并没有去执持，或是我去思维说诸法呢都是自性成立的。但是不表示说这个时候呢，我的心呢就是执持呢，诸法呢都是地时不成立的。所以才会讲到说呢，我们所缘的形象呢，就是有三种，不表示说呢，你没有缘到它是地时的时候呢，就表示说你所缘的呢是无地时，并不是这个样子。因为呢，我们的心呢有很多种状况呢，都是并不是呢去支持它是地时成立或是地时不成立的这一种心呢，是这种心事呢，其实是非常多的。举一个例子来说呢，就比如说呢，我讲述到说，就是哦，我是一个修学佛法的人，所以呢，我是承许业果的。那所以呢，我平常呢，我只相信说业果的存在，我并不会呢去想要说呢业果是不存在的。那虽然说我们是这个样子想，但是不表示说呢，我所有的念头呢，或者说我任何的想法呢，不表示说我什么时候都会想到说业果是存在的啦。并不会是这个样子。或者说呢，我们平常就以一般我们在讲话来讲好了，就是说，哦，我非常相信这个人，所以我相信他是好人。我内心呢从来都没有升起一个呢他是不好人的这种念头、这种想法。但是你知道说这种念头是不可能的嘛？因为你不可能升起的任何念头都是哦他是一个好人的这个念头随时什么时候都会存在，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在讲的时候会说，哦，我什么时候都相信他是一个好人，就像说，哦，我什么时候都是承许呢业果是存在的。但是不表示说我们的心绪里面呢，就是什么时候都会现起说，哦，业果是存在的这个想法呢，并不是会一直在心绪里面升起来。
所以呢，从这句话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我们的心呢，其实心的续流呢有非常的多种，并不要说呢，我的心呢，就是除了说执持自性成立，还有说去执持自性不成立之外呢，就没有其他的。不是的，就是我的心除了执持自性成立的心之外呢，也有执持自性不成立的心，同样呢，也有不是执持自性成立，也不是执持自性不成立的其他的第三类的这种心事呢，也是非常多的。像刚所讲的，就是我呢是有承许业果的这种想法，承许业果的这个念头会升起，有时候呢不承许业果这个念头也会升起。那除了这两种之外呢，很多时候呢，我也并不会特别去思维到说，哦，业果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这种念头呢也是非常非常多的。